大家好，我係嘉嘉，歡迎收聽環球觀察日嘅呢個廣東話 podcast。今日呢，我哋就唔睇新聞住，一齊去認識下 AMD CEO 蘇姿豐呢個人啦。前日就同大家一齊睇咗 OpenAI 同埋 AMD 未來幾年嘅合作大計。喺股市上面 ，AMD 都引起咗唔少人嘅興趣，股價越升越有。所以今日呢，就同大家一齊認識下 AMD 嘅 CEO 蘇姿豐究竟係乜嘢人，佢嘅管理同埋用人之道係點，以及佢對 AI 同埋未來各方面有啲咩睇法。喺9月尾嘅時候，蘇姿豐接受咗 Possible Podcast 嘅訪問。Possible Podcast 係由矽谷最具影響力嘅企業家同埋風險投資者之一嘅 Reid Hoffman 主持，另一位女主持呢就係 Aria Fringer， 佢係 Hoffman 嘅 Chief of Staff 嚟嘅。呢兩位主持並唔係普通嘅 YouTuber， 而係大有來頭。Reid Hoffman 喺2003年嘅時候創立咗 LinkedIn， 到2016年嘅時候以260億美金賣咗盤俾 Microsoft。另外，佢亦都係 PayPal、Facebook 同埋 OpenAI 嘅早期投資者。女主持 Aria Fringer 都唔弱，佢曾經擔任全球最大嘅青年同埋社會變革組織 DoSomething.org 嘅 CEO 長達15年。喺佢在任期間，會員人數由10萬增加到去500萬，橫跨131個國家。同時，佢亦都創辦咗顧問公司 Do Something Strategic， 同佢合作過嘅品牌有 Nike 同埋 Spotify。Possible 呢個節目嘅宗旨呢，係描繪未來最美好嘅景象，特別係喺人工智能 AI 上面，點樣幫助人類實現呢一啲美好嘅願景呢？所以能夠受邀成為呢個節目嘅嘉賓來頭一定唔細，佢哋都係來自唔同嘅領域，有深度思考、有見識同埋有遠見嘅人。單單淨係上到呢個節目做嘉賓，已經係一種肯定嚟嘅。咁喺訪問入面，蘇姿豐就由佢嘅成長開始講起。佢3歲嗰陣時咧，就由台灣移民咗去美國。佢老豆對於數學同埋科學咧都好有興趣嘅，佢細細個咧就對嗰啲嘢點解會喐呢？呢一個問題充滿咗好奇。佢記得當佢細佬嗰部遙控車唔喐嗰陣，佢好奇心起就將架車拆散咗佢，發現咗原來只要駁翻入面嗰啲鬆咗嘅電線呢，架車又會識得喐翻。咁呢一種揾因果關係嘅經驗呢，令到佢對於硬件產生咗興趣，最後亦都帶咗佢入半導體呢個行業。蘇姿豐喺麻省理工學院 MIT 嗰度攞咗電機工程嘅學士、碩士同埋博士學位。佢以前喺半導體實驗室嗰度做嘢，覺得好神奇，一塊銀仔咁大嘅晶片，竟然可以喺上面整一啲設備，仲可以做埋運算。佢嘅事業初期大部分時間都係喺 IBM 度度過，期間佢試咗好多唔同嘅職位，差唔多每2年就轉一個新嘅崗位。佢初頭係做設備物理學家，中意着住兔仔裝 Bunny Suit 喺實驗室入面做嘢。所謂嘅兔仔裝呢，其實係講緊喺無塵實驗室入面工作人員着住嘅工作袍。嗰件袍呢，其實係類似疫情時期檢測人員着住嘅大白袍咁嘅啫。喺 IBM 嗰陣時，佢參加咗好多第一線嘅研發項目，例如開發咗將銅喺半導體實驗室入面互相連接嘅技術。蘇姿豐喺2012年加入咗 AMD，2年之後2014年成為咗 CEO。當時 AMD 一年嘅收入大約係40億美金。但係喺佢領導之下，最近1年嘅收入已經係超過250億美金啦。蘇姿豐覺得科技公司要成功嘅關鍵就一定要決定自己喺某一個領域嗰度做到最好。對於 AMD 嚟講，佢哋揀咗佢嘅目標就係推動高性能運算嘅極限。呢個成功係嚟自幾項重要嘅策略性壓注嘅。第一就係佢預計到摩爾定律會慢落嚟。AMD 估計已經持續咗50年嘅摩爾定律，佢擴展嘅速度咧一定會放慢。所謂摩爾定律咧，即係每18至24個月產能咧就會翻1倍。喺60年代嘅時候，由 Gordon Moore 提出。Gordon Moore 係邊個啊？佢就係發明咗集成電腦同埋創辦咗晶片公司 Intel 嘅人。第二就係 AMD 專注發展 Chipless 小晶片嘅技術。AMD 將佢哋嘅產品路線圖壓住咗喺 Chipless 呢個技術上面。呢個係一個創新嘅技術，將一啲高性能運算嘅元件拆開，然後再重新整合，目的就係做到更加高嘅性能。蘇姿豐話：依家幾乎所有將來嘅高性能 CPU 同埋 AI GPU 都係會用到呢個技術。第三就係壓住喺高性能運算轉向 AI 上面。雖然以前高性能運算冇依家咁興，但係 AMD 策略性咁樣將焦點放喺 CPU 同埋 GPU 上面。而呢啲正正就係今日 AI 同埋雲端運算需要用嘅基礎設備嚟嘅。AMD 嘅硬件影響力其實係超級廣泛。呢間公司好努力咁樣為唔同嘅應用提供翻適合嘅運算能力。佢提到每日有幾十億人接觸緊 AMD 嘅硬件，包括咗雲端服務，例如 Teams 啦、Zoom 啦或者 Uber 啦，同埋遊戲機，例如 Sony PlayStation 同埋 Microsoft 嘅 Xbox。
除咗喺 YouTube， 亦都可以免費訂閱我嘅 Patreon， 同樣可以收聽到呢一個節目，仲要唔需要受到廣告嘅騷擾。Patreon 嘅網址呢，就係去呢條片下面嘅 info 度睇到嘅。至於對 AI 發展同埋前途嘅睇法，蘇姿豐呢係一個 AI 樂觀主義者，佢睇 AI 呢係人類能力嘅倍增因子 （multiplicative factor）， 可以喺人類嘅基礎之上再加多一個 X 因素。佢覺得依家正正係10年 AI 嘅超級週期嘅早期階段 ，AI 嘅發展速度快過去整個事業生涯見過嘅任何技術。佢留意到 AI 係以每個星期咁樣嘅速度不斷咁改善。主持 Hoffman 甚至補充話，其實唔係3個禮拜啊，係3日甚至乎每3個鐘頭咧就有 update 㗎啦。蘇姿豐認為依家嘅技術已經好勁，但係仍然都未去到極致 ，AI 嘅潛力遠遠超過依家。佢指出，大型語言模型 LLM 嘅出現，就令到 AI 更加容易俾到更加多人去用得到。至於未來將 AI 應用喺邊個範疇最令到蘇姿豐期待呢？佢就認為係醫療保健、醫學同埋改善生活品質方面。首先，佢認為咧 AI 可以幫助到拉近城市同埋鄉村之間嘅距離。AI 可以幫手改善身體檢查嘅結果，例如提早發現癌症。AI 可以將頂尖醫院嘅醫療成果帶到去一啲資源唔夠嘅農村社區。咁樣就可以令到醫療服務嘅品質變得平等。喺短期應用方面 ，AI 可以做醫生嘅第二意見助手，即時提供好勁嘅策略輔助能力。而長遠嚟講呢 AI 可以加快藥物發展，將原本可能要10年嘅實驗時間縮短到幾個星期或者係幾個月。最後就係 AI 可以幫助人類整合知識。蘇姿豐認為人體係一個整合嘅系統，而唔係一堆獨立嘅器官加埋一齊運作。咁所以 AI 咧係可以透過整合好多唔同方面嘅數據，仲有跨學科嘅知識，提供最好嘅見解。呢樣嘢對於單一專科醫生嚟講係好難做得到嘅。除咗 AI 以外，喺訪問入面都有提到其他重要嘅議題嘅。第一就係地緣政治同埋供應鏈啦。蘇姿豐認為咧，科技同埋半導體嘅供應鏈依家係高度全球化，大部分咧都集中喺亞洲。但係佢覺得美國需要喺晶片製造能力方面領先呢個概念呢，已經係一個普遍嘅共識啦。對於美國製造 ，AMD 已經好積極咁樣將製造業務搬翻去美國。預計喺2025年年底之前呢，就會由台積電喺亞利桑那州嘅工廠嗰度收到晶片。呢樣嘢對於國家同埋公司嚟講呢，都係有好處。至於出口管制方面 ，AMD 呢就賣唔到某一啲性能最高嘅產品。AMD 就賣唔到某啲性能最高嘅 AI 運算產品去中國市場。不過 AMD 亦都持續同華盛頓嘅相關人士，例如商務部去保持對話，確保喺保護國家安全之餘，都繼續可以推動到美國 AI 科技嘅廣泛應用同埋創新。另外講到能源效益，隨住運算量增加，需要嘅電力咧都多咗。AMD 覺得能源效益同一般性能擴展一樣咁重要，甚至乎係更加重要。因為如果搞唔掂耗電量嘅問題呢，最終可能會導致冇足夠嘅電力去支持需要嘅運算量。喺過去5年入面 ，AMD 透過改善電源管理同埋晶片封裝呢啲技術，已經將能源效益提升咗超過30倍。最後主持亦都有問到佢究竟係點樣令到一間咁大嘅公司嘅呢？蘇姿豐話佢係好着重人才嘅，同一時間佢相信揾啱嘅人才係需要冒險，因為當年都係有人冒險俾個機會佢。等佢可以由設備物理學家轉移去到做管理層，打理公司嘅業務。佢嘅招募原則呢，就係佢話係中意嗰啲呢願意承擔風險嘅領導者，尤其是係嗰啲自願衝去解決最難搞嘅問題嘅人，因為嗰度呢係學到最多嘢嘅。另外呢，就係跨學科嘅整合啦，佢傾向請一啲可以喺唔同學科之間做整合嘅人才，例如整合硬件同埋軟件。呢啲人一定係識得點樣由宏觀層面去諗解決方法。佢相信喺未來10至15年之內，人類可以大大改善到生活品質，包括健康、生產力同埋壽命。要達到呢個目標嘅第一步，就要積極咁樣將 AI 用喺所有同健康同埋醫療有關嘅領域，同埋推動技術界同埋醫學界之間嘅跨領域交流。總體嚟講，蘇姿豐喺 Possible Podcast 入面分享咗佢嘅個人經歷啦、管理智慧啦，同埋擁抱 AI 所帶嚟嘅未來。佢嘅眼光同埋能力係點？相信大家睇下佢過去11年點樣令到 AMD 增長5倍收入呢，就一清二楚啦。如果你都想支持呢個用廣東話講國際時事嘅 channel 呢，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介紹俾你身邊嘅朋友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先，我哋聽日再講過其他話題啦。拜拜。